心，潛意識鎖上門，天昏地暗，讓熟悉變陌生。如我開始聽聞，誰又與你走得極近？情節不必細說，一講下去如何至今？如我想擁抱誰，誰覺得我想知？如你想親吻誰，誰又要暫不知？沒法子聽你笑掩起了我雙耳，寂靜不過如此。如你想呼喊誰，誰浪費我心思？如你想深愛誰，誰又要你通知？為了不失氣歸失聰，也算可以停止。我不想我在意。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編題啦。如果有興趣都係會想再聽多啲或等等嘅話咧，歡迎 IG DM 我哋會再，可能我哋同 Dominic 一齊試下咯，好唔好啊？我哋會唔會有？